各位家長好，歡迎嚟到 Leo Sir 嘅頻道。好多家長都可能會有咁嘅經驗㗎啦，就係小朋友平時讀書都唔錯，溫書都幾好，小測驗都唔錯，功課又做得好，但係一到咗考試嘅時候，佢哋就會開始焦慮啊、緊張啊，跟住考試成績嘅好唔好啦。咁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呢？我哋今日就嚟傾下呢個話題。點解小朋友有時會喺考試嘅時候會發揮失常呢？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幫助佢哋解決呢個問題呢？咁我哋會分為3個部分去講一講嘅。第一個部分就係小朋友通常考試會緊張嘅唔同嘅原因啦。第二部分就係點樣去幫助小朋友去解決呢個問題，克服佢哋嘅考試焦慮。而第3部分就係預防勝於治療，點樣可以從小去預防小朋友有考試焦慮呢一個問題呢？咁我哋而家馬上開始。第一部分我哋講一講考試緊張嘅原因，有幾個唔同嘅原因嘅。正常一般嚟講，最比較普遍嘅就係第一就係心理壓力會太大，因為小朋友可能對於成績有太高嘅期望，又或者家長對於小朋友有好高嘅期望，咁你會好驚令到個爸爸媽媽失望，導致個壓力會倍增。而且唔單止係呢一方面，有啲小朋友會好擔心自己考得唔好，跟住又會朋輩之間同同學比較，甚至有啲極端嘅例子可能俾老師去批評。咁呢個可能係第一個原因。第二個原因就係缺乏咗一啲考試嘅經驗啦。有啲小朋友做功課好好，或者小測驗好好，但係真係到咗考試入咗個大環境入邊咧，佢唔夠熟悉，缺乏咗啲臨場嘅應變能力，適應方面有問題。例如可能冇練習過一啲計時嘅答題啦，或者限定時間之內要做好啦，咁可能因為時間分配得唔好而影響咗一啲表現。第三就係一啲生理嘅反應影響啦，你可以咁理解，就係例如有時候人過度嘅緊張會令到身體產生一啲反應，例如係手心冒汗啊、心跳加速啊，甚至呼吸急促。咁有時你可能會聽到就係話，一入咗考場之後㗎，大腦一片空白，咁有可能係真嘅呢一方面。第4就係小朋友內心嘅一啲負面嘅對話啦。咁小朋友可能會喺考試之前諗，哎呀，如果呢次考得唔好，咁點算呢？咁又或者心諗話，我一定會考得唔好㗎啦。咁呢啲負面嘅諗法都會影響到自信心，令到佢哋自己更加焦慮。第二部分點樣去幫助小朋友去克服考試焦慮呢個困難呢？咁我建議有5個辦法可以俾你參考一下嘅。第一就建立一個觀念，過程其實比考試結果更加重要。我唔係話考試結果唔重要啊，所以我冇打到交叉呢度。我真係想話嘅，考試唔係唯一嘅衡量標準，重點係你學到幾多嘢，而考試只不過係嘗試一下測試你學到幾多嘢咁解啫。你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制定一個學習嘅目標，但係唔係淨係關注成績。第二樣嘢，嘗試用一下模擬嘅考試環境，例如可以喺屋企進行一啲模擬嘅考試啦，特別係一啲計時嘅練習，咁令到小朋友去習慣考試嘅節奏或者環境。如果情況許可嘅話，可以帶小朋友去真正嘅考場嘅環境睇一睇，例如學校嘅大禮堂啊，俾佢熟悉一下個環境係點樣，降低嗰個陌生嘅感覺。第3，面對壓力，更加重要嘅係管理壓力同埋焦慮。例如可以做一啲深呼吸嘅練習啦，考試之前或者考試當中，如果小朋友已經識嘅話，佢可以點樣去做深呼吸幾次，去幫助大腦獲得更加多同足夠嘅氧氣。科學證明咗咁樣係可以減少焦慮嘅。另一方面，亦都可以嘗試做一下正向嘅暗示，例如等小朋友喺考試之前自己心入邊同自己講話，我已經準備好啦，呢個考試我係可以做到嘅咁樣。另外一啲其他嘅，例如放鬆技巧啦，我分享一下我嘅例子，就係以前我喺倫敦教私立學校嘅時候，我當時嘅校長 Sarah 就要求全校有一個 policy， 就係上堂之前大家要冥想1分鐘。雖然聽落去有啲奇怪，但係真係咁樣做過。又或者瑜伽啊、輕音樂啊，總之俾小朋友喺考試之前嘅日子入邊保持一個平穩嘅心態。第4，考試腦。咩叫訓練一個考試嘅腦呢？就係你喺平時做題目嘅時候呢，其實可以用倒數計時模式去練一個考試時間嘅管理。咁唔係淨係做咁簡單，同時嘗試做埋時間管理，咁樣可以提高你嗰個應試能力㗎。我俾啲例子你啊，例如小朋友喺練習喺壓力之下去思考，倒數10秒回答呢個問題，咁佢可以習慣咗點樣可以好迅速去做作答，而唔係淨係關注嗰個正確，亦都要關注嘅時間。第5，非常重要就係千祈唔好怕失敗。雖然有少少老生常談，但係都要俾小朋友明白，考試其實只係學習嘅一部分，唔係衡量一個人嘅價值嘅全部嘅。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，所以最好可以家長嘗試去分享一啲，例如一啲名人或者成功人士，其實都唔係一帆風順㗎，可能佢哋係失敗咗之後一段時間先至再會成功嘅。可以係一啲著名嘅科學家啊、名人啊、運動員啊等等，點樣可以喺錯誤中學習，俾小朋友知道其實考試只係人生中嘅其中一個部分，考唔好並唔係世界末日。嚟到第3部分，咁點樣可以預防勝於治療呢？從小去預防考試焦慮呢個問題。第一，
培養一個良好嘅考試習慣。點樣為之考試習慣呢？例如習慣咗有定期嘅測試，例如一啲小測驗啊，或者係啲遊戲嘅挑戰啊，令佢覺得其實考試係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嘅，唔係一個好特別、好可怕嘅一件事情咁樣。第二，態度。點為之態度？唔係小朋友嘅態度，係家長嘅態度。因為如果家長對於成績太過焦慮、太過在乎、太過着緊呢，其實小朋友係絕對會感受到，而且亦都會受到影響嘅。例如當小朋友今次考試成績唔好嘅話，好多時候有啲家長啊就即刻會責備、鬧，咁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嚟嘅。你應該去嘗試去大家面對呢個問題，一齊去分析呢個錯誤，點樣去揾出改變、改進、改善嘅辦法咁樣。第三，非常之重要嘅係自信心。小朋友嘅自信心係需要培養嘅。你俾小朋友去參加課外活動啦，例如運動、音樂、演講比賽，冇乜所謂嘅。總之係佢自己能夠揾到提升自信心嘅辦法就可以㗎啦。俾佢哋知道自己其實我唔係淨係識考試，我仲有好多長處㗎。呢一點我認為非常之重要嘅。最後一點可能有少少老生常談，但係我認為都係必須要注意嘅，就係小朋友係必須要有足夠嘅休息、睡眠同埋營養㗎。我而家發覺現今好多小朋友其實係唔夠瞓嘅，平時都一定要瞓得好足夠，咁樣嘅大腦先至會處於最好嘅狀態。食嘢方面，而家好多小朋友都唔係太注重，我認為好重要嘅，例如 nuts 啊、香蕉啊、蛋白質啊，咁呢啲好基本嘅嘢都可以有助於穩定嘅情緒，提高個專注力。考試焦慮係好常見嘅一件事情，千祈唔好覺得話小朋友有考試焦慮係好特別嘅一樣嘢。但我哋可以透過唔同嘅辦法，例如調整心態啦、適應環境、訓練臨場應變嘅能力，去克服呢個問題。咁希望我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各位家長或者小朋友。如果你認為我今集嘅內容對你有用嘅話，俾個讚我，分享俾你嘅朋友，最好撳一撳鐘仔，咁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。我哋下一次再講教育嘅其他主題。拜拜。